雖然我做生意做咗咁多年，但係我都要問你個目的係乜嘢？如果你想做生意係解決一啲現存嘅問題，又或者你有遠景啊、有抱負啊，或者有啲獨有嘅特質啊咁樣，我勸你盡快創業。因為點解呢？如果唔係，你老咗一定會後悔。但係呢，有一個血淋淋嘅數字呢，要話俾你知，呢個係稅務局公布嘅數字。由2024年6月至到2025年嘅6月，有超過20萬間嘅新公司喺香港成立。但係到今年6月嘅商業登記總數只係上升咗2萬間左右，即係話一年入邊有18萬間嘅公司係倒閉咗。愛因斯坦曾經講過，複利係世界上第8大奇蹟，識得善用佢嘅人就會獲利，忽視佢嘅人就會損失。所以如果你諗住單純用錢嚟揾錢，股票可能係你最好嘅朋友。我最近跟 Lawrence Sir 學咗一套我覺得同做生意理念幾相同嘅方法，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好多人買股票其實唔知道呢間公司係值幾多錢。一隻股票嘅價值唔應該係反映喺股價，而應該反映喺一本財報裏邊，每年賺幾錢，成本用緊幾多錢，現金有幾多，負債係幾多。但係有95% 嘅人買股票望都唔望一眼呢本財報，因為裏邊有好多數字同埋好多字。唔少人以為股票市場係一夜致富，但係 Lawrence Sir 教我哋投資係一個講求長勝、講求複利嘅遊戲。雖然我哋成日揾到升1倍、3倍、7倍、10倍嘅股票，但係要喺入邊長勝考嘅唔係眼光，當中隱藏嘅智慧係倉位控制、心態調節。當我哋每一隻股票賺20%，一路滾雪球咁樣滾上去，第一隻賺20萬，去到第10隻就會發覺自己本身嘅本金由100萬變咗500萬。呢個就係複利嘅威力。而要做到呢一個效果，其實係要靠頭先呢一本咁厚嘅財報，當中最緊要嘅係得嗰幾頁紙同埋10組以內嘅數字。想學嘅朋友快啲留言財報或者 cap 嚟下邊呢條 link。而家 Lawrence Sir 準備咗個免費嘅5S 揀股工作坊，會直播分享佢揀爆升股嘅5個 S 俾你。